上一集我哋提到時移世易，依家回家嘅香港人同20-30年前移民潮比較，喺目的同埋置業方向都有明顯嘅分別。至於住屋嘅面積，由於加拿大近5年通脹升得好快，人工同租金都急升，因此發展商興建嘅單位面積亦都越嚟越細。但我會見到個趨勢，過去嗰1年開始穩定翻嚟，即係喺物價方面。咁所以如果大家諗住係回流翻去或者係移民過去加拿大嘅話咧，你會見到開始嗰個物價會穩定翻。本來以前係一房嘅，可能係有600尺、700尺嘅，而家已經係開始趨向於400尺、500尺，越嚟越細，因為佢將嗰個價錢要調低，安排就個價錢嚟俾嗰啲買家，可以特別係第一手買家 （first time home buyers） 嗰啲，可以容易啲上車。面對加拿大近年樓價急升，加國政府宣布2024年6月起，對所有公司同埋信託徵收2/3嘅資本利得稅，稅率會由 50% 上調至到 66.7%。至於個人資本增值部分，超過25萬加元嘅稅率，亦都係由 50% 上調至到 66.7%。新增嘅庫房收入，用嚟加快興建同埋改善關鍵住房基礎設施，愛嚟起幾千個新嘅單位，以協助解決住屋問題同埋改善年輕人嘅生活。如果你話睇翻溫哥華或者加拿大嘅地產，特別係多倫多同埋溫哥華嚟講啦，就過去嗰幾年或者5年、10年，就算係有呢啲咁嘅各類型嘅稅制或者新嘅稅例嚟講嚟，所謂嘅控制啦或者打擊啦個地產市道，其實都唔係好有效嘅。Matthew 就覺得上調稅率會影響投資者嘅投資意欲，少咗人買樓投資嚟出租，而對樓市嘅幫助亦都係有限㗎。但係個人出售自住嘅物業仍然都可以獲得免稅，所以好多置業嚟自住嘅人士係冇受到新稅制影響㗎。另外唔少人會透過財務安排，務求令到稅率維持喺舊嘅水平不變。其實係可以有啲稅務上嘅策劃計劃可以做到。例如你每1年賣1個，咁就 instead of 你1年賣晒5個，咁你變咗你每1年你盡量將嗰個增值嗰部分係保持喺25萬以內。嗱，所謂嘅25萬係每一個人，每一個 individual， 我哋叫每一個個體。咁樣如果你夫妻2個人咧，其實你真係有50萬個額每1年。咁其實你話，咁呢樣嘢同樣可以 apply 到買賣股票，買賣股票更加容易。因為你可以買，你有100股匯豐嘅，咁你話我買20股啫，因為20股我就已經可以賺到 realize 到嗰25萬啦。咁如果我兩公婆嘅又可以有50萬嘅額每1年，咁我仍然都係保持喺舊嗰個稅率度。咁所以大家唔好話一增加咗會對我我唔好買啦，唔好投資啦。其實只要你安排得好，仍然都有個空間去manage 你嗰個稅務上嗰個稅制，或者唔需要交咁多冤枉嘅稅。至於律師就建議回流人士，除咗需要準備仔女嘅學業同埋持有車牌，亦都需要將香港未賣資產詳細列出嚟。即係話，如果我翻去，我有層樓喺香港，咁我點搞咧？咁樣咁嗱，清關嗰度先講咗先就係每一個加拿大人翻去做居民咧。佢過關嗰陣時咧，都要 prepare 個 list 嘅，但係嗰個叫清單，嗰個清單咧就係咧，我有啲咩嘢帶翻去加拿大，咁嗰啲係唔使俾稅嘅，因為佢係 return resident， 即係回流嘅居民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就係咧，佢唔係樣嘢都帶得翻去㗎。譬如我有層樓喺香港未賣嘅，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寫清楚咧，就話我哋所謂叫 goods to follow 啦，有啲咩嘢係會帶翻去嘅。嗱，加拿大政府咧，佢唔成文嘅規例，佢 expect 你咧。期望你1年之內咧就搞掂晒你香港嘅嘢，咁但係而家咧有層樓喺香港1年通常未賣得切㗎，可能要2年3年先，咁所以咧嗰啲估價冚唪唥 push to follow 嗰個清單咧要特別小心，寫得清楚啲。律師話加拿大置業千祈要審慎咁挑選好嘅經紀，因為只係需要簽1個正式買賣合約，係唔能夠撻訂㗎。因為同香港唔同，香港咧
就係咧簽嗰個正式買賣合約咧係喺律師樓簽嘅，個經紀只係簽一個臨時買賣合約。咁通常臨時買賣合約咧係可以撻訂同埋賠償每訂嘅，即係話我有咩唔對路話我只多撻訂嘅啫。咁但係咧加拿大冇呢樣嘢㗎，加拿大一簽咧就簽一個正式買賣合約，就已經箍死咗大家㗎啦。咁而呢個正式買賣合約咧唔喺律師樓簽嘅喎，喺經紀行簽嘅啫喎。咁所以咧個分別好大。咁所以而家個好嘅經紀咧係好緊要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要留意嘅咧就係加拿大買樓同香港好大分別。因為加拿大咧個合約咧諗起乜嘢都要寫落去嘅，香港就唔係，香港規定晒嘅咁所以咧即係加拿大舉個例，譬如你話喂我買你層樓，不過你要同我做 ABCDEFG 係嘛，鋪好晒地氈，同我做乜做乜，你可以你諗到乜嘢你夠膽你就寫落去。咁如果父母出錢俾仔女買樓，佢建議出錢一方嘅父母做子女置業嘅第二按揭借款人，去保障自己嘅權益。銀行就第一按揭啦。而爸爸媽媽咧就係第二嘅按揭。嗱咁有個好處咧，就即係換句話講，第二日嗰個仔女有咩事都好，同佢同居嘅密友分開都好，咁冇所謂啊，係嘛？你層樓，譬如你係當100萬，你同銀行借咗50萬，另外嗰50萬係同爸爸媽媽借嘅，亦都按咗俾爸爸媽媽嘅。咁即係話實際上佢層樓喺個離婚法庭嗰陣時，佢個價值咧係零。即使層樓升咗值咧，律師亦都建議喺貸款協議添加條款，日後一旦仔女同同住嘅伴侶離異，伴侶都唔會攞到因為投資獲利而取得嘅收益。你知過往嗰10年加拿大樓升得好犀利啊，係咪？層樓由100萬升到150萬，咁點算咧？咁就算咧借咗銀行50萬，爸爸媽媽借多50萬，都係100萬啫。咁第二日咧層樓賣咗150萬，都有50萬突咗出嚟喎。咁個 partner 都可以分一半啦，咁咪分咗佢25萬咯。咁為咗保障咧，連個增值都唔好俾佢分埋咧，我哋就喺個爸爸媽媽借俾個仔嗰個貸款協議嗰度咧，加個利息上去啦。譬如1年係18%，1年係15%，或者20%，咁5年咧就已經100%咯。即係話，就算5年層樓升咗1倍，咁樣咧個 partner 咧都係一蚊都分唔到嘅。嗱，technology嚟講咧，今時今日係對於我哋生活上係帶來好多好多嘅方便，唔單止就係話平時我哋日常嘅生活啦，就算加埋就係話，當你選擇物業嘅時候咧，大家亦都要留意喺呢一方面嘅嘢。譬如話，好似一啲物業嚟講，比較上新啲啦，你譬如話放工未翻到屋企，你已經可以開到冷氣啊，冬天開咗暖氣，再加埋就係話，可能你個大廈裏邊已經有晒 EV 嘅 parking charger， 再加埋一啲洗車嘅功能。咁相對嚟講喺呢一方面嘅物業咧，無論係升值潛力啦，或者你嘅投資回報亦都會高好多喎。